西遊記》原著入邊，邊個曾經去過地府旅遊？就係唐太宗李世民啦。據說呢一段情節呢，當年86版嘅電視劇係拍咗嘅，但係禁播。不過 TVB 96版呢就有播出過嘅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呢？《西遊記》原著解密第13集，追開嘅朋友點個讚，我先有動力連載落去噶嘛。原文再續，書接上一回啊，上一回講到附錄部分呢係講咗唐僧嘅身世嘅，觀音同埋壽星呢就做咗個局，投胎送子，令到唐僧出世啊。咁有朋友問啦，觀音點解要費咁多精力去做局呢？對佢自己有咩好處呢？嗱，呢度就要提到觀音嘅任務之一啦，佢要記錄取經人一路上邊遇難嘅次數同埋內容。觀音係有本災難記事簿嘅，大家睇下本簿寫咗啲乜。第99回，大家睇原文：金蟬遭貶第一難，出胎羈殺第二難，滿月拋光第三難，尋親報冤第四難。大家睇下，觀音送子唐僧投胎喺81難入邊已經佔咗頭4難啦。講白咗，觀音係為咗完成任務，盡快攞到提成，唔多唔少有少少湊數嘅嫌疑啦。嗱，大家出嚟做嘢明啦。仲有好多人疑惑，上一集講嘅附錄有幾個詭異但又好巧合嘅貞觀13年，點解釋？嗱，唐僧出世係貞觀13年，唐僧從18歲出家到31歲出發取經，又係經歷咗整整13年。唐僧出發取經嗰年呢，仲係貞觀13年咯。咁唐僧出世到出發取經，一直都停留喺貞觀13年，點解會有咁詭異嘅時間矛盾嘅呢？嗱，網絡上面有幾種主流嘅解說，第一就係話吳承恩寫錯，第二就係話附錄部分唔係原作者寫嘅，係後人加嘅。咁對於以上呢兩種說法呢，我以前都咁認為嘅。不過諗諗，如果係漏洞嘅話，又點會咁巧出現3個都13年呢？求其一個睇書人都可以發現到啦，唔通作者自己唔知啊？第三種講法呢，就係夢境論，認為附錄呢一回嘅內容係假嘅，係觀音製造咗一個夢境。簡單啲講，即係話觀音託夢俾唐僧，等佢將假嘅事呢誤以為係已經發生過嘅真嘅事。喂，呢個觀點呢都幾投機嘅，佢好完美咁避開晒所有需要解釋嘅矛盾啊。不過咁巧全部都係13年，點睇都係作者特登整嘅。嗱，唐僧從貞觀13年出世到31歲出發取經，大唐嘅時間呢一直停留喺貞觀13年。換句說話講呢，大唐呢個時候呢冇咗個時間概念嘅。作者點解要咁樣設定呢？呢個就要睇《西遊記》原著入邊，仲有邊個地方同樣係冇時間概念噶？呢個地方就係如來所在嘅靈山。嗱，大家睇下原文第8回對靈山佛地嘅描述吓：煙霞飄渺隨來往，寒暑無侵不記年，極樂場中驅坦蕩，大千之處沒春秋。如來自己都話啦，自從收服孫悟空之後，我呢度不知年月，料凡間有半千年呀！凡間轉眼就500年啦。我大靈山係不計寒暑嘅，無論春秋，不知年月。500年前靈山係點？500年後我靈山依然係呢個時候。靈山一早就開啟咗不計寒暑、不論春秋、不計年月嘅不計時模式啦。嗱，大唐之所以一直停留喺貞觀13年呢，其實係作者想表達一個好隱晦嘅意思，就係如來眼中大唐已經屬於靈山佛地啦。作者其實係暗示緊如來嘅野心啊！嗱，如來有咩野心呢？第77回獅駝嶺，如來係傾巢出動圍剿大鵬鳥嗰陣時講過，我管4大部洲，無數眾生瞻仰。喂，西方妖魔遍地啊，民不聊生，如來可以管好自己天竺靈山就已經好掂啦。但係如來都係毫無掩飾咁表達佢自己嘅野心，話我管4大部洲。喺如來睇嚟，靈山唔單止喺天竺啊，靈山係無處不在噶。嗱，講到呢度，唔知道大家諗到啲咩呢？如來有靈山。如來假扮嘅須菩提喺靈台方寸山，靈台方寸山最大嘅意義咪就係暗示靈山再大都不過係方寸之地咯。但係方寸之地嘅靈山點可以裝得落如來管4大部洲嘅野心呢？嗱，更加諷刺嘅係大唐同埋靈山簡直係兩個世界啦。大唐係繁榮穩定，靈山呢就妖魔遍地。東方人呢只係想好地做自己嘅啫，但係西方人呢個個都好想投胎做東方人噶。如來仲話大唐同西方一樣，咁咪自欺欺人咯。作者故意寫唐僧出世到出發取經一直停留喺貞觀13年，唐僧出世到出發取經嘅呢段過程呢，就比喻咗如來取經計劃嘅萌生到實施嘅呢個過程啦。好隱晦嘅表達，不過諷刺咗封建社會有野心嘅達官權貴啊。
哎呀，太嚴肅啦，我哋講古唔係上課啊。言歸正傳，話說觀音呢揾到咗唐僧呢個取經人，仲一手同佢安排咗一個完美嘅身世，跟住落嚟呢，就要唐僧去取經咯。咁就需要俾取經人一個動力啦。呢個動力係咩呢？呢個動力就係唐太宗李世民啊。嗱，要促使李世民派唐僧去取經呢，第一步需要做咩呢？必須要李世民聽話。咁點樣先可以要佢聽話呢？咁就要俾佢知道唔聽話係咩後果啦。唔聽話咩後果啊？死咯！所以呢，李世民必須要死一次先。咁佢要點死呢？觀音嘅辦法好簡單，嚇死佢。你話呢招住唔住咧？自己唔使喐手噶，目的就達到啦。OK， 大方向有咗啦，點操作呢？話說長安城外邊嘅京河龍王帶住一家人過住幸福美滿嘅生活。龍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唔係，應該係龍在水中游，禍從地面來啊！我哋先睇下京河龍王係點樣一步一步俾人裝入靚嘅呢？話說長安城外邊嘅京河邊呢，有兩個好有文化嘅人，一個係漁翁叫張稍，一個係樵夫叫李定。嗱，呢兩個人喺岸邊呢就邊行邊唱吟詩鬥歌，哇，極度精彩啊！點解呢兩條友會喺京河邊嗰度鬥歌嘅呢？原文鬥歌嘅部分佔咗呢回差唔多1/4嘅篇幅啊！有好多人認為呢段鬥歌就又長又臭，其實你睇唔明啫。京河邊相當於京河龍王屋企嘅窗邊，呢兩個人其實就係故意引夜叉過嚟嘅。咁佢哋將夜叉引過嚟做咩啊？嗱，漁翁張稍呢就講出咗佢嘅秘密啦。呢個秘密係特登講俾夜叉聽嘅。張稍就話：你唔知咋？長安城入邊啊，西門街嗰度有個算命佬，我每日就送佢一條金色鯉魚，咁佢就同我占卜啦，話俾我聽邊個位置落網打魚，哇，百發百中啊！咁啊，夜叉聽到即刻就翻去報告俾龍王知啦。咁啊，夜叉就話：喂，咁搞法嘅話，我哋啲兄弟姊妹好快絕種噶噃。咁京河龍王一聽，哇，咁搞法啲僆死晒，我以後點做大佬啊？分明踩場啫呢條友。於是龍王嬲爆爆，就想上去直接懟冧個算命佬啦。咁啲手下即時就攔住龍王啦。你冇調查就冇發言權啦。一致建議龍王：喂，大佬先去調查先。龍王一聽，有道理。為咗殺個人目標搞到滿城風雨啊，守法公民從我做起。於是龍王決定親自去調查一下。佢邊係知道啊？一去咪中計咯。呢個算命佬唔簡單啊！佢係大唐欽天台正先生袁天罡嘅阿叔袁守誠。京河龍王好死唔死係要揾呢個人算命，而且係要算聽日嘅天氣落幾多雨。京河龍王點解敢輸呢個賭呢？因為京河龍王係咩身份啊？佢係八河都總管施雨大龍神，佢就係負責落雨嗰個啊嘛，輸到梗係贏硬噶。佢認為啫。袁守誠話：聽日辰時報雲，巳時行雷，午時落雨，未時雨停，總共得水3尺3寸零48點。嗱，翻譯一下意思即係話，嗱，聽朝呢7點就有雲，9點就行雷，11點就落雨，下晝1點就落雨。降水量就係3尺3寸零48點。京河龍王一聽袁守誠嘅說話，就覺得佢一定係一個9唔搭8亂噏24嘅算命佬啦。因為佢諗，頂你識唔識落雨噶？一開口就知你外行啦，分明就係個滾友。京河龍王點解會認為袁守誠係外行人呢？因為《西遊記》咧曾經有描述過好多落雨情景噶，我哋做一個對比先吓。嗱，例如烏雞國啦，3年都冇落雨嘅，就落咗32寸，落咗幾耐冇講。鳳仙郡呢，亦都係3年冇落雨，落咗3尺零42點，係落咗成日噶。話今次長安厲害，又冇聽過話有旱災啊，咁啊落咗3尺3寸零48點，而且呢場雨係神奇到呢，2個鐘頭報雲，2個鐘頭行雷，2個鐘頭落雨。鳳仙郡嗰場雨啊，3尺零42點啊，係落咗成日先落完噶。長安城呢場落雨嘅點數比鳳仙郡仲要多，但係2-3粒鐘就落完，咁一邊係落雨啫，簡直係洪水啦！你成個長安城啲消防山爆晒都冇咁多水啦。京河龍王係施雨大神，喺佢眼入邊，袁守誠講嘅天氣預報直頭就係鳩噏，呢場雨根本冇可能咁樣落嘅。但係點知玉帝佢就係咁樣落紙，袁守誠點解會占卜得咁準呢？因為袁守誠嘅身份唔簡單啊！等主線故事講完啊，我哋再單獨開篇講下。京河龍王夠膽同袁守誠輸到係有原因嘅。第一，落雨呢單嘢我話事噶嘛。第二，就算袁守誠佢算得好準都好啦，我隨便揾個藉口改下啲點數係經常有嘅事啊。嗱，取經路上好多成功案例喎，龍王落雨幫孫悟空對付紅孩兒啦，喺車遲國為咗幫孫悟空求雨贏賭局，
都私自改咗落雨嘅時辰同埋點數啦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呢？玉帝係冇追究過噶噃，所以私自修改落雨嘅時辰同埋點數呢，其實係一個可大可小嘅罪嚟嘅，完全就係睇玉帝嘅心情嘅啫。但係偏偏呢次京河龍王就俾玉皇大帝判咗死刑，可能係因為玉帝打麻雀輸咗，可能心情唔好啦。咁啊，執行死刑嘅人係邊個呢？就係魏徵。魏徵大家熟啦，唐太宗最信任嘅大臣。嗱，有個三鏡理論啊嘛，以銅為鏡，以史為鏡，以人為鏡，咪就係佢咯。大家有冇印象啊？咁同時魏徵呢，又係上一集將陳光蕊派到江州嘅關鍵人物嚟喎。袁守誠幫京河龍王出咗個救命嘅橋，叫佢託夢俾唐太宗李世民，求皇帝叫魏徵饒佢一命。咁唐太宗就應承咗救京河龍王一命啦。第二日落朝之後呢，佢就留低咗魏徵同佢捉棋，君臣兩個就對弈捉棋啦。捉到午時3刻嘅時候呢，一盤殘局未完，魏徵突然間趴喺台度瞓覺。魏徵表面瞓覺啫，但係其實夢入邊就元神出竅上咗天，將京河龍王一刀鋸咗啦。跟手個龍頭呢，就從天而降，出現咗喺李世民眼前啦。咁唐太宗呢，人頭就見得多啦，龍頭啊真係第一次見，當場嚇到病咗。咁當晚呢，京河龍王就斥住自己血淋淋嘅人頭，唔係龍頭，大嗌：李世民，還翻條命俾我！你尋日應承救我，點解反而派人懟冧我？你出嚟，我要拉你去地府度開庭辯論。佢扯住李世民，鬼壓床咁款啊！皇帝啊真係嚇到有口難言，飆晒冷汗。危急關頭，只見正南方香雲繚繞，彩霧飄飄，有一個女真人上前，用手將楊柳枝一擺，嗰個冇頭嘅龍王呢，就喊苦喊忽咁走咗啦。呢個女真人呢，就係觀音菩薩。觀音出手救咗唐太宗，大家睇下觀音菩薩睇住標嚟出場啊！你話有冇警棍呢？個時間踩得咁鬼啱嘅，就係因為京河龍王嘅死啊，咁啊引出咗唐太宗雲遊地府啦，然後咪有咗水陸大會咯。水陸大會係一場以舉國之力舉辦嘅佛教聖典嚟嘅。喺大會上邊，唐僧脫穎而出，觀音仲現出咗真身，拉開咗西天取經嘅序幕啊！嗱，分析到呢度，大家可唔可以睇得出京河龍王咪就係一隻食死貓嘅棋子咯？呢個局呢係一環扣一環嘅，所以京河龍王就一個作用嘅啫，佢就係觀音開啟取經計劃入邊被選中嘅大炮灰啊！京河龍王就係打開取經之門嘅嗰條鎖匙。嗱，大家肯定要問啦，喂，取經咪取經咯，做乜搞咁多嘢啫？《西遊記》原著嘅故事其實可以概括為唐僧帶住4個天庭陰犯一路向西嘅故事嚟嘅。喺故事嘅最開始呢，唐僧係主動去求經嘅咩？梗唔係啦，事實上係如來想去東土傳經啫嘛。嗱，我之前幾集講過嘅，未睇過可以去睇下。如來又要諗啦，喂，點樣先可以令到人哋信奉我呢？於是佢咪喺靈山開咗個盂蘭盆會，召集大家商量咯。我要揾人將啲經書運去大唐，永傳東土。喂，永傳東土唔係一件簡單事嚟噶，邊個可以令到呢啲經書永傳東土呢？咁梗係皇帝啦。所以呢，我哋一定要揾一個理由，得到大唐官方嘅支持先得嘅，取經先可以名正言順咁進行噶嘛。所以話呢個局一開始嘅目標呢，就係唐太宗李世民啦。嗱，呢個過程入邊呢，一定要揀一個唔大唔細嘅頭斬，等阿魏徵斬咗嚟做棋子。京河龍王個頭呢，好死唔死俾人哋選中咗。我哋還原一下成個故事嘅過程啊！觀音菩薩呢，就揀咗京河龍王呢個梅冧哚啊，要佢嚇死李世民。於是呢，觀音啊先揾到阿袁守誠，等佢諗辦法裝阿京河龍王入僆，等佢去犯罪。咁阿龍王入一僆呢，就會同阿袁守誠輸到噶啦。袁守誠就求其噏個落雨嘅點數，觀音知道呢個點數之後呢，再去揾玉帝落旨。咁京河龍王就會因為呢件事俾咗一個理由，玉帝嚴格執行天條啊嘛。於是咪俾玉帝斬咗個龍頭咯。大家可能要問啦，玉帝點解會配合觀音嘅？大家記唔記得上一回講過，觀音救小白龍嘅時候，咪去過天庭見玉帝嘅，雙方傾咗啲交易。咁京河龍王同埋小白龍之間又係咩關係呢？點解要揀京河龍王去死呢？京河龍王身上面嘅秘密到呢度係未結束嘅，我哋到咗黑水河嗰回啊，我哋再開篇詳細講一講龍族，到時再同大家揭秘下。玉帝斬咗京河龍王呢，都有一個作用嘅，就係提醒咗其他龍王，落雨嘅時候你哋醒定啲啊，知唔知啊？咁問題又嚟啦，咁如果京河龍王唔輸到，係咪就唔使死呢？嗱，京河龍王私自殺袁守誠報仇，一樣會死；落錯雨又係死。
總之就逼到你發癲，只要你一發癲，揾個理由定你罪，你咪無話可說咯。所以京河龍王無論如何都係要死噶啦。京河龍王一死呢，佢嗰啲屋企人呢就一齊翻咗娘家西海度投靠咗西海龍王啊。後文仲有登場啊吓。嗱，言歸正傳啦，李世民病死咗，但係佢嘅死唔係結束，係新嘅開始，因為佢仲要翻生嘅。掹佢去地府旅遊一轉，就係要同佢洗腦，同佢上一堂生動嘅人生教育課啊！咁李世民喺地府遭遇咗啲咩呢？又學到啲咩呢？下回分解。